因为美国联邦众议院院长佩洛西的访问台湾，引发中国伫台海四周围来进行军事演习，甲飞弹的试射行动，造成民心的浮动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代表台南市的各界，前往空军第一战术战斗连队来慰问，肯定国军的坚持岗位，捍卫南部地区的领空安全。感谢各位，不管在平时或在假期，或是当年节时候，甚至在最近的这个台海这个中间不是很平静的时候，对岸的这个动作频仍的时候，能够勇敢的、没有迟疑的，将加注在自己身上的任务，能够这个迅速、确实而且落实的执行，那彻底确实的保障了台海上空的安全，以及国人同胞的这个安全。那特别再表示最高度的敬意跟谢意。市长除了递赠6万块的加菜金加农产品，代表台南市185万的市民向驻军的代表来表达感谢。部队嘛由小将连队长江义成回赠台南空军机场的跑道模型。最后，市长阁特别前往禁闭室来慰问被擒的飞官，感谢因的辛劳。台南市民会做国军上坚实的后盾，并且予因上强力的支持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